个风台起火啦哦，这个足侪人分唔对去哦。哦，这个可能个爱小可做一个笔记哦。风台起火啦，我看有的人怎么个当作是风台过了后引进的西南气流哦，唔是啦，迄唔是风台起，迄唔是风台哦，当火啦啦。迄你若讲风台的迄个外围环流吼，看咱即摆当直接讲即个外围环流吼，还是要讲较台语开口，叫做风台群啦。风台群像你将个风台甲当作是一个啥，是一个活的物件哦，啊，敢亲像迄个风台外围环流，都敢像咱的裙有无？穿着裙子迄个裙摆吼，啊，所以若受到迄个外围环流影响，迄个叫做吼。哦，风台群搬掉啊！你看咱的语言是遮尔水着吼，讲互风台群搬掉吼啊！到底啥做风台起火啦？吼，好，这个咱就吼当迄个正式甲讲个清楚吼。风台起火南的所在，一定是这个所在拄好吼，拄好风台的中心点吼哦，规吨风台的迄个中心点有经过的所在。啊，咱这么一般就讲台风眼对吧？吼，咱台语就是吼直接讲风台目吼，台风眼吼，这个词吼，咱的台语呢是风台目吼。一般放雨假吼，放雨假会伫风台要来进前吼，哦，这足重要要讲吼，可是迄吼，时候做放雨假，啊个吼一吨啦。迄个吼，南面安尼雨一个来，啪一个一大阵吼，一大尊了后吼，啊，等又个水过吼，啊，所以也是一尊吼，所以这叫做放雨假。啊，那风台要来进前吼，会有一些吼，特别是款吼大风台咱就讲强烈台风吼，较早个直接讲大风台，那迄大风台要来吼，一般拢会吼起波头吼，起波头，风台来。哦，我即摆是先叫咱班长一大这吼，风台来进前差不多吼，迄个做啥呢？一对时来啊，一对时是24小时哦，注意这个名词吼，风台要来进前吼，一对时吼是24小时内吼，天顶就会开始夜昏红。即摆我甲讲有人哦，伊种平常时啊天顶看到迄个云吼。啊，小可有形状的吼，国家讲做迄是昏红哦。其实迄安尼讲较无遐适当呢。一般吼，咱伫讲的夜昏红吼，大部分吼是用伫风台要来进前吼。啊，天顶迄云有伊安尼加做各种迄个动物类型有无吼？迄叫做夜昏红啦吼，夜昏红，所以。迄个风台要来有啥物报头咧？那个征兆咱叫做起报头，这个词重要吼。起报头，风台要来进前的先起报头，夜昏红吼。啊，外围环流吼，就是风台群，这按那个完全正确吼。啊，迄个呢，可以放风白吼。啊，了后，哦，即马就继续我照遮来讲这个啥做风台起火啦吼。了后呢，风台就入来对无吼？啊，爱看所在。有的所在是拄风台目会经过的所在，所以你这个所在吼，那拄是风台目吼，迄个吼台风眼吼会扫过的地方哦，来，这都要注意听哦。这个所在呢吼，一般因为咱的风台哦，伊是迄个啥，迄个咱讲叫做吼倒西倒架，也就是吼迄个逆时钟方向啦吼，迄个倒架吼，啊，迄个时钟咱就做时钟针啊吼。就是讲吼，是逆时钟针啊的方向倒架吼啊，咱即摆若是你这个所在拄好是吼，迄个正拄去哦风台正中央有无吼？迄个就是风台底下爬起来吼，啊风台把有底下扫过，拄开始的时阵呢是会透吼北风，过来呢会透吼西北风，过来会透西风吼。啊，迄个等到风台目拄经过你这个所在时阵，差不多有20-30分钟吼，是完全无风。就是讲吼，风台目要迄个拄靠势甲你顶过时阵咯，要来进前迄上大的时阵，啊了后吼，从啊雄雄，结果风台安尼，迄个按触角强要举去，了后雄雄呢，从啊干呢无风无摇吼，无风无摇哦。啊，较早有的人。
有诶是讲哇，加载这风台遮大，哪一时啊吹过？无啦，迄是拄你伫风台幕内底迄毋是吹过。了后呢伊个风台幕是毋继续会加会细嘛，对无咱拄啊是毋讲先透北风过来西北风，过来西风，过来做讲这个风台若是按这个啥西北边的路线一般风台大部分真济恁会当甲看迄个过去的这个记录大部分拢是向西北边直行上济当然直接向北的，直接向西甚至有的会向西南但是大部分拢是以伫迄个西北边，无论是伫迄个啥咱太平洋的，还是迄个大西洋，拢差不多原因足简单的伊主要的原因受到两个迄个自然力的迄个啥影响多两个自然力的。第一个就是风台本身倒西，伊伫反西的这个啥，伊有一个倒寒的力，讲老师啥做倒寒的力，亲像咱车然后我一个讲恁就听有咱车若向要西弯有无咱人是毋是规个会去互迄个为西弯的方向从赶出去若物理学足简单的做啥呢？惯性作用迄个运动中的物体突然转弯，它会朝着原本运动的方向为迄个方向去还有这惯性定律所以讲风台为西北边去，第一个受到自然力的影响，就是啥呢？就是伊家己本身倒西有一个寒西力。第二个更较重要，是因为咱的地球咱大这粒地球本身伊是为西边射去东边为西边射到东边，所以咱看到日头才会为东边出来伫西边落山因为呢，这个风台家己的倒寒的力，第二是地球家己西力，伊嘛产生一个叫做这个学术名称叫做科氏力，地球自转的科氏力受到科氏力的影响，受到家己地球自转这个科氏力的啥的影响，所以正常伊走的这个路线，伊走的路草呢，都是会向西北边安尼搬去所以这是正常的现象。咱这么来讲，咱这么这个风台叫做洋流洋流这个风台，讲安尼这3-4天有差不多拢安尼直向西边直行。伊迄个向你讲老师安尼无像你讲向西北主要的原因是现主是咱太平洋北边有一个足强的迄个啥高压啦。因为你风台若甲迄个高压比起来风台是算迄个啥较细卡啦，可是迄个规个迄个力较无遐强高压迄个压力真强所以这粒风台伊一直向西边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北边太平洋的高气压咱你看。咱自拄正开始小解风台，到即摆已经讲足侪即个啥呢？咱已经用台语讲足侪即个语词即个就是讲咱平常时会当发觉讲，其实这用台语来讲，我通讲较顺好，拄正讲这个风台呢，一直向西边行，主要是因为北边的高气压力压调着，才互伊迄个迄个啥呢？因为直接压调着才互伊呢无法度拗头起来，让它没有办法直接呢向西北抬头起来因为迄力头是安尼啦，那伊迄个北边高气压一个压落来所以伊有当时迄力头是强过啥？强过伊家己本身的迄个家己倒西迄个叫做倒寒力，个地球家己西迄个科氏力用迄个科氏力是这个原因好，所以即马要来讲到风台，我会记哩啦有当时讲怎迄个袂记哩，拄则讲到迄个风台捌经过所在，什么是毋是已经讲到要去西南风过来有西风西风过来即当阵开始又个变大咧开始又个变大了后开始去西南风，去西南风的时阵即当阵就是风台差不多转回南了后呢，个直接
迄个刮起南风，所以风台北经过的所在吼是四向的风吼，差不多吼拢有架着吼。所以甲风台起回南吼，因为受到地形的影响，一般风台起回南较无山通扎着。一般吼，迄个吼，若起回南的时阵吼，迄个吼较无山通扎着，所以风台起回南吼，迄个力会足大的原因吼，是伫咧遮啦吼。所以咱是就是讲，咱用台语来去小解这个风台吼。这足重要，就是要甲大家讲，风台起回南迄个吼，毋是私人气流吼，这个咱毋通忽略掉去吼。